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一個芋頭扣肉，係一個客家菜。一般嚟講係帶甜味，所以鹹甜係隨便你自己加減嘅。我需要一個蒸籠，擺一個架喺裏邊，跟住斟1.5 litre水嚟到呢一度，一嚿500個 gram 嘅五花腩，掹咗啲毛，洗乾淨佢。擺落個煲裏邊，4片稍微厚啲嘅薑，2條青葱，我頭嗰度切一切開佢。而家擺凍水，要浸過個肉面嗰度，煲滾佢。而家佢滾啦。我較中火煮佢20分鐘，而家20分鐘後，我攞佢出嚟，用把刀刮一刮佢個皮，跟住揾支竹籤吉佢好多個窿。而家吉完咗佢之後，有好多水嘅，抹一抹佢。趁佢而家係熱嘅時候，1湯羹半嘅老抽。全身嚟到搽滿呢個肉，而家10分鐘後，剩低嗰啲老抽，再搽多佢一次，全部搽勻佢。而家我全身搽晒啦，嗰啲肉、老抽擺喺一個架上邊，等佢吹乾佢。半個泰國芋頭350個 gram， 切大約1.2 cm 闊，450個 ml 熱油，擺嗰啲芋頭入去，炸佢大約3至5分鐘。而家啲油燒熱咗，將個五花腩擺入去裏邊炸，較中火，每邊炸佢5分鐘，跟住拎佢出嚟。而家五花腩攤凍咗啦，我切佢好似同個芋頭一樣咁厚。而家我哋預備一粒八角，擺落一個茶包袋裏邊。我已經做咗一磚南乳，醃爛佢，加入2茶羹南乳汁，撈勻佢，冰糖揼碎5湯羹。個 pan 熱，落1湯羹油，落1粒蒜蓉，落八角，落個南乳料，落1湯羹半生抽，1湯羹半白酒，150個 ml 水，煮滾佢。而家你見佢滾啦，我擺切咗個五花腩入去。撈勻佢，熄火，揾個蓋冚住佢15分鐘，等佢上熱。而家15分鐘後，我反一反轉佢，又再醃佢15分鐘。而家我醃完嗰啲豬肉，我擺一嚿肉喺度。
個底向下邊，一球炸芋頭，一球肉，一球炸芋頭，係咁樣分出嚟排。而家我排好咗佢哋啦，我擺個八角喺呢度，跟住擺嗰啲冰糖喺呢度上邊，倒翻嗰啲汁落去。而家水滾啦，我擺佢入去裏邊，揾個碟反轉佢，冚住佢，蒸佢95分鐘，間中要補水。而家蒸咗95分鐘後，我攞佢出嚟，倒嗰啲汁出嚟個碗裏邊。而家啲汁倒咗佢出嚟啦，我揾呢個碟喺上邊，咁反轉佢。而家我攞起嗰包八角，淋一支小汁喺上高。好多謝你收睇，芋頭扣肉已經做好啦，希望下次再見啦〜